各位，歡迎嚟到 LTE 78 Studio， 我係龍鐵。呢個 channel 係由本人親身經營嘅一個頻道，至今已經運行了3週年。由冇人訂閱我去到依家500幾訂閱量，喺其他人眼中可能算好少，但對我嚟講係一種巨大嘅進步。喺呢度要多謝大家呢3年嚟嘅支持。我嘅頻道主要會介紹任何交通嘅影片，偶然亦都會製作不同嘅手機介紹同埋其他科技產品嘅介紹。未來本頻道亦會繼續推出唔同嘅影片，歡迎大家敬請期待。此外，亦都歡迎大家話俾我聽製作咩影片，本人亦會持續更新拍攝同埋剪輯設備，為期望製作一個完美嘅影片。未來嘅日子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最後，如果你中意我嘅 channel 同埋我啲影片可以幫到你，歡迎你為嗰條影片撳個 like。想持續追蹤我 channel 落去嘅觀眾，歡迎你訂閱我。如果你對我影片有任何發表，歡迎你喺影片下面留言。我係龍鐵，期望喺下條影片與你再見。